镜头转来咱国内，婚姻关系会务党籍的议长黄凯涉嫌利用伊的职务共收乌西钱，替公电的业者甲政官府的官员施压，摕到设厂的许可。新北地检署昨昏时分真济路去搜查婚姻县政府议长黄凯议会办公室，也有伊的服务处等等的所在。复审了后，法院认为讲黄凯罪嫌重大，有串证甲灭证的疑虑，所以将其尾是裁定羁押禁见。新北地检署指挥相关单位测试路南平分40路，搜查无党籍婚姻县议长黄凯办公室服务处，徛过甲婚姻县政府。高约谈黄凯4个县副县长甲业者总共21人，觉得很意外，也很震惊了。我想说，怎么昨天有突然有这个讯息传出来？其实我们对于黄凯议长就任以来他的这个处事跟为人，我们都非常的敬佩他。绿能在云林在云林怎么都会有这种事情来发生的话，那真的就要审慎要思考了审慎思考，到底绿能政策为什么会让政治人物都会去牵扯进去？除了议长黄凯，共限的还佫有3个业者，分别10万到20万交保。另外，婚姻县建设处长李俊兴疑似有涉别情形，20万交保。昨日建设处有4位的员工那去北上配合调查，相信本案在经过司法机关的详查之下，最终必能还给县府同仁公道。婚姻县长张立生7号暗时访问日报回顾了后表示，伊相信司法会证明当事的清白，也对因有信心。我想司法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，我希望能够尽速厘清，还给大家一个清白。黄凯是婚姻县议会4年8县议员，去年10月底补选胜出做议长，不过即马涉嫌向公电业者收钱，互检调搜查约谈，搁一摆引起地方的议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